所以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因为这反对以色列伫咧加沙的军事行动，美国大学生因是继续示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前有学生占领校舍，说是互警方冲入去2个人，掠到100个人。学生就批评学校这款的做法是违背学校关心社会基地传统。 全副武装警察围观楼堂啊进入建筑物，大批人马四处敲碎，来定占领校舍学生。校园周边是看到示威者甲警方对立，有人被塞到伫涂骹，互警方上校查走。 为抗拒以色列伫加沙军事行动，美国大学示威潮继续扩大。30透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破塔攻占汉密尔顿大楼，伫塔外口放印有新德大楼的布条啊，象征将建筑物改名，来纪念伫加沙互以色列军队杀害巴勒斯坦6岁囡仔仔的心得。I unequivocally stand against the idea that Jewish people cannot be pro-Palestine. Human life deserves to be protected. So that's my perspective. 警方伫高台行动也将近100人，反倒事态升级。校长沙菲克要求警方继续自修校园，一直到5月17日毕业典礼结束。不过为示威爆发到即马，学校做法一直引起学生的批评。 We have not only the privilege, but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in the shoe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not necessarily all using the same tactics, but ensuring that we're able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is university as one that is indeed socially aware, one that does have students that do care deeply about what goes on in the world. 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球顶尖学府，长久以来引领社会关注重要议题，包含1968年反越战、反种族隔离抗争。迄个时阵，共款有警方进入校园暴力镇压，掠700人。即马高大学生搁一摆站出来反对加沙冲突，因讲是传承学校的学运传统。公司新闻杨干编译。